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土啊。观众朋友，敢有听到风声？即马东欧真无平静哦，乌克兰甲罗西亚将要爆发战争，美国甲欧盟联合帮战乌克兰，无互罗西亚侵略。罗西亚讲，恁遮北约国家安尼起骹动手，准办是要逼我军队驶入去乌克兰。即马咱烦恼，罗西亚若动手，中国恐惊嘛会对即个亚白兄哥来惹事，对台湾出手。加在即马美军、日本伫太平洋接军事演习，目睭紧紧在看罗西亚甲中国，这个代志安怎影响世界甲咱台湾的局势？今仔日咱做伙来关心。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张国成教授。主持人好，各位新年快乐。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乌克兰的危机升悬吼，恐惊会影响到台海的局势。这是一个西边甲东边国家咧无拄好的，咱看到西边是乌克兰，伊的总统较亲西方的国家，美国有在甲帮战。伫正月23大胜撤离伊的外交人员，咱看到英国、加拿大、德国、澳洲嘛对咧做，即卖8500个美军在戒备，嘛派援军到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讲，若是罗西亚侵略乌克兰，要制裁普丁本人哦。另外，东边罗西亚因咧烦恼啥呢？因咧烦恼北约的国家唔当来清门大户，因的动作可能会致使中国因的款式对台湾出手。不过，即马美国甲日本放5架航空母舰伫中国的四围，目睭紧紧闭来看。这款的状况安怎影响到世界的局势呢？咱看到乌克兰是全球第5大的粮食出口国，另外，不过罗西亚是欧洲上大的天然气的出口国，若是开战，油价、粮食的价值拢会来起价。为着避免这款的麻烦吼，即摆法国伫今仔日正月26邀请德国。罗西亚甲乌克兰伫巴黎的协商吼，这是对2014年的诺曼底模式来化解这个冲突。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讨论大胜，咱来看乌克兰的局势，做恁来看。俄罗斯甲西方国家之间因为莫斯科当局打算要出兵乌克兰，情势紧张。美国总统拜登伫4赶登去北京开会，五角大楼证实有比8500名军力以高度戒备应对乌克兰局势，协防北约。严姑无表示美军会负什么重大责任。If NATO should activate the NRF, or if other situations develop, no decisions have been made to deploy any forc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t this time. We've always said we would reinforce our allies on the eastern flank. 伫乌克兰边境已经部署10万军力的俄罗斯，可能入侵计划，继续派兵去白俄罗斯参加军事演习，讲拢是因为美国甲北约动作真多才会紧张。Принимает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ша с вам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была обеспечена на должном уровн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наши интересы были обеспечены. 美国、英国拢甲驻乌克兰使馆的人员撤走，表示情势无安全。北约也宣布派兵到东欧待命。秘书长史托滕伯格立时发声明，讲北约会继续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捍卫所有的盟国，并且欢迎盟国伫咧军事方面提供协助。而即马丹麦会派军舰，抑个部署 F-16战机到立陶宛，西班牙派军舰加入北约的海军部队，另外派4台战斗机到保加利亚。法国准备要派兵到罗马尼亚。爱尔兰宣布，俄罗斯原本伫咧爱尔兰外海军演无受欢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观众朋友，咱即马约略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冲突的历史吼，大家若会记哩？伫2014年，咱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阵，乌克兰甲罗西亚都捌出代志哦。有一个叫做克里米亚的危机，这就是罗西亚东边遮派兵来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吼，使人因公投独立。
啊，要脱离乌克兰。另外，伫同一档有一个顿巴斯战争，这共款，罗西亚西人东部遮的区域来公投脱离乌克兰，乌克兰派兵来镇压，造成来咱的冲突吼。啊，去年乌克兰攻击伫因国内的亲罗西亚的分子，而且佫对北约的国家得到武器甲训练。罗西亚感觉这对因是一个威胁，派兵到克里米亚的海军的基地。另外，伫即当乌克兰政府的电脑受到攻击，外界拢讲这是罗西亚在加创空吼。这看起来战争强要开始，咱请教林老师，这局势安怎看呢？咱会知安尼讲啊，即马是足大哦，足关键的危机的一个时刻啊，吼。是。这个时刻就是讲，以咱台湾吼要过年，啊，以这个北京有这个冬季奥运6月7日要开始，吼，所以这个时间拢是有足大的影响。这个危机唔是讲为今仔日才开始，但是已经入到这个足关键的一个抗战，吼。所以头一个主持人有讲到，吼，这个罗西亚最大的目标就是讲，这个乌克兰袂当加入这个北约，这个是伊上大伊的目标。但是伊这个目标也要达成，无一定讲爱透过这个战争吼。但是即摆就是讲，美国甲这个乌克兰甲这个俄罗斯甲北约，全部都有这个军事的准备啊。有这个军事的准备，按讲是。这个俄罗斯部分，按讲是正统部队，这个抑个无啥物问题。计惊就是讲，一寡头前讲到，这个顿巴斯这个地区有足大是一个独立分子，一个民兵，一个这种较无正统正规的部队，要安怎去控制因的行动，这个较危险吼。按讲，这个冲突是因为安尼起来，我感觉有这种可能性吼。但是我头前就讲到，就讲，这个危机啊，即马大家都抑个想要用外交的方式来片面，吼。所以美国甲这个罗西亚的外交部长前几日以这个瑞士吼来谈判，吼，来想要片面。头前阮有讲到，就讲，包括这个法国、德国，阮也想要搁一届。来协调，甚至会当来片面这种战争，这个恶化吼，这个危机，安尼讲恶化就变成战争，这个战争安尼起来，这个要控制就较歹控制。老师的意思，敢是讲，这个唔是正规军的这个独立分子，可能会地区冲突来发生。有这种足大的可能性啊，吼。所以安那来控制，这个问题是俄罗斯。还有这种的地位，咱看去这个2014年这个克里米亚，真正是这俄罗斯、罗西亚正统的军队都无出动，但是军队出动穿无共款的衫，因叫做小绿人呐，细汉的绿色的绿，穿的都是这个绿色的军服，但是无这个军阶，无啥物摆住，所以咱就是武装，但是唔是正规的部队，偷来暗去的做法啦。对，所以这种这个灰色地带的冲突啊，吼，即马变得足重要，就是讲唔是全部100%战争，但是伊有这个战争的目的，吼，有这个改变现状的目的。是，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这个危机啊，咱讲慢慢有这个军事的冲突，吼。有这种可能性，吼，应该安尼讲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时间还是讲这个外交会协调抑个有最后一个希望啊。是，观众朋友，局势是真紧张，什么时阵会爆发，咱唔知。咱请教吴教授吼，看起来这无拄好，唔是对2014年才开始的哦，那是对古早来讲，
这是啥物云端的？是，咱看到吼，这种CG顶头会较显蓝色的所在，就是乌海这个所在。其实咱看到过去吼，俄罗斯的精心吼，咱看到包括迄款第二时期吼，沙俄吼，啊甲进前的迄款个苏联的时代。过去因拢想要有一个会当出海的所在，因为咱看到俄罗斯这个国家，即摆伊就是伫亚洲甲迄个欧洲这个所在迄款关键的所在，所以伊想要找一个会当出海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乌海、地中海、波罗的海，拢是伊想要会当行出去的所在。所以咱看到头一个所在，咱看到乌克兰这个所在，伊就是乌海这个所在，所以伊想要行出去。但是咱知影吼，过去迄个沙俄时期的时阵，其实伊要行出去，伊面对的是欧洲吼这边才嘛有足强的迄款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迄款乌海下骹就是迄个土耳其这个帝国，所以咱看到讲传统上吼，这乌克兰这个国家其实伊是一个欧洲吼，甲伊的迄款亚洲两个小拄的所在。所以咱看到乌克兰这个国家内底吼，伊分做东边甲西边的这个部分。东边的部分当然是较倚俄罗斯这个国家吼，罗西亚这个国家。啊，但是咱看到西边这边吼，其实因为伫传统上啊，伊是较倚欧洲的这个所在。所以伊的内政内底吼，咱看到头一个，这乌克兰这个国家，伊过去是伊迄款颜色革命的所在。吼，伊个就是所谓橄榄色革命吼，所以伊开始民主化了。所以咱看到吼，伊民主化了，伊就是想要加入吼，包括林正义老师讲的，伊想要加入北约这个组织。啊，但是对对迄个俄罗斯来讲吼，罗西亚来讲，伊是一个伊袂当互这西方国家的影响力进入伊的权势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就是讲，这乌克兰这个国家，伊就是伫这两边吼，伫扭切。啊，头一个部分，其实咱看到甲台湾足共款。咱台湾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乌克兰这个国家，伊的东边是俄罗斯，西边是迄个欧洲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所以你看到伊就是两个在扭切当中。啊，但是咱看到伊民主化了，伊是较倚欧洲的，较倚西方这个所在。所以你看到讲，伊就是两边在扭的时阵，这是头一个。啊，第二个部分，咱其实看，这个时间点嘛足趣味哦。中国这个时阵要办迄个冬季的奥运，2014年的时阵，咱看到苏联吼，迄个俄罗斯因嘛在办迄个索契的迄款冬季奥运，所以咱看到有一寡会当相比的所在，就是伫这个所在。啊，所以咱看到吼，咱观众朋友若是有买股票吼，这两天台股要封关啊。啊，大家就心肝头足压榨的，为什么？因为这场战争若是有拍，啊，对全世界经济绝对是足无好的。这嘛是学我林老师所讲的。即摆看我都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因为这个因两个这国家的恩怨吼，这是历史以来吼都已经拍到即摆，所以对因来讲，2014年的克里米亚的战争到即摆，其实两边拢还袂解。啊，尤其克里米亚这个所在，其实也佫足济吼，迄个罗西亚因扶持的迄款分离的迄款组织吼，伫伊内底在塞人，所以对乌克兰来讲，伊感觉讲这个国家吼，规工伫我迄个领土内底在起骹动手，这是对伊一个足大的威胁。所以伊为着安全，所以伊想要甲西方的国家、甲北约会当有一个合作。啊，但是对罗西亚来讲，伊感觉爱维持现状，吼，啥物叫维持现状？就是你袂再加入北约内底。啊，你若是讲加入北约，也是西方国家来消停这乌克兰的部分，伊就感觉讲伊的现状去破坏。所以吼，咱台湾人在看就有一寡相共的所在。咱台湾想要甲一寡国家交朋友。但是中国就讲袂使，这爱维持现状，就是爱安尼。但是现状就是伊破坏，得甲罗西亚来破坏这个现状，是有一个共款的所在。所以时间点，咱就看到中国即摆要办奥运，啊，2014年的时候，迄个罗西亚去入侵迄个克里米亚的时阵，就是利用奥运结束了去入侵。所以咱开始看到讲，像啊，这全世界拢在烦恼，人在咱看到美国迄个
众议员吼，伊嘛有提出警告吼，惊中共吼，伫这时阵，这胡乱出手，吼，就是复制伊这迄个老大哥的迄款经验就对啊。是。观众朋友，咱看到罗西亚甲乌克兰100冬来代志拢无解决，啊，当中小可有生咱台湾的，请教张教授，咱是安怎的烦恼？这各位乡亲时代最近看新闻，常常拢听到罗西亚跟乌克兰的代志吼，大家可能无啥了解，因为这离咱台湾足远的啦吼。其实讲实在吼，本来历史上吼，这个乌克兰吼，这个有一部分。已经是独立，有一部分是立陶宛的部分吼。讲实在历史足复杂的啦。但是咧，苏联成立以后吼，即马的乌克兰甲罗西亚拢是苏联的一部分啦。所以咧，即个乌克兰吼，足侪苏联的即个罗西亚人吼搬到遐去，吼，这是变做一种足复杂的形势。吼，结果咧，1991年吼，苏联结束以后。乌克兰就甲罗西亚拢变做国家独立的国家、平等的国家。哦，但是咧，这对罗西亚来讲，吼，乌克兰虽然是平等的国家，而且罗西亚嘛承认这个乌克兰的独立，但是吼，乌克兰的这个国内吼，足侪以前搬过去的罗西亚人，哦，即挂人吼，其实对新的乌克兰国家吼，这个忠诚度是足低啦。伊希望是变做罗西亚人。哦，这是一个上根本的问题。这嘛小可有新台湾呢？对，这讲实在，大家是毋是感觉这亲像台湾，大家判断吼。而且咧，吼这一部分的罗西亚人吼，其实就是头拄我主持人甲林老师、吴老师讲的，就是住伫迄个克里米亚，吼这个所在足济，就是讲规个乌克兰吼，就是一个克里米亚这个所在是罗西亚人是足济。所以咧，伊对这个罗西亚的这种的忠诚度。甲想要甲罗西亚统一，吼，这种观念吼，其实是足强。所以咧，伫2014年的时阵吼，罗西亚为着伊家己民族主义啦，而且嘛有其他足侪因素吼，所以咧，这迄边的这个乌克兰内部这种的，对伊国家本身无忠诚的人吼，就先独立，然后就是加入罗西亚，乌克兰就变做分裂嘛。这是一种吼，这罗西亚当然感觉讲有足道理啦，因为这个民族主义嘛，讲罗西亚裔的人就是咱家己咱罗西亚是恁民主国家，毋是拢讲主权在民嘛，伊这人来做咱罗西亚人，讲毋对。但是咧，这讲实在是对国际法、国际秩序的一种足大的破坏。因为咧，你假使讲一个国家讲罗西亚裔的人就罗西亚人，安尼讲西班牙裔的人，全世界嘛足侪嘛，不止西班牙嘛。其实讲中文的人，讲全世界嘛，中国甲台湾嘛。假使安尼会当讲，即种讲一种语言，就变做变做一个国家，这全世界会乱啦。是。所以咧，乌克兰当然就足紧张的啦。然后美国啦、欧洲拢有来调解。但是伊上大的问题就是这罗西亚第一是伊足大。所以咧，伊对欧洲、对乌克兰讲实在拢有一定的优势。第二是美国足远的啦，所以美国嘛无可能讲派足侪兵，派足侪军队来到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压迫。所以咧，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就是勉强就是和平啦。但是和平无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且即马上大问题就是这个欧洲这个对这个能源这个石油啦加天然气拢靠这个罗西亚。即马咧，这个欧洲各国因为这疫情经济拢受到影响，而且即马已经寒天，所以咧，罗西亚就威胁讲，假使欧洲支持乌克兰，这个变做这个最大问题就是罗西亚就摕这个石油啊，这个做武器，所以欧洲讲实在对乌克兰的支持毋是非常的足够，毋是非常的够，这是最大问题。第二咧，就是乌克兰本身伊希望就是我西方，就是头拄吴教授讲的，我西方我美国我欧洲来对抗罗西亚。但是咧，伊假是我欧洲我西方因为大家看伊的这个地理上的位置，这个所在就知影。这假是伊
靠我到西方吼，对 Russia 来讲是足大的威胁。因为啊，一离 Russia 的首都莫斯科，甲 Russia 这上重要的这个工业经济的中心吼，足近的。所以 Russia 就足惊讲吼，假使你乌克兰吼变做这个北约，变做欧洲或美国，安尼就直接威胁到我美国，我 Russia， 所以咧就压迫，你袂当去，你袂当换西方。但是咧，愈压迫，伊就愈惊，吼，伊就是愈想要换西方，变做一种吼，这个恶性的循环啦。哦，这无法度解决啦。然后 Russia 虽然吼，这个承诺讲吼好啦，你这个假使你卖换到西方，吼，你卖换到北约吼，我会当承认，吼，我会当保证，吼，无甲你并吞。但是咧，敢会当相信？乌克兰嘛无相信啦。哦，所以这变做讲，这个国际政治条件就是吼，彼此之间吼无较信任。啊，而且咧，这个就是这个伫这个地理上吼，乌克兰是离 Russia 足近的，吼，离这个美国、欧洲吼足远的。就是夹伫中央啊。对，夹伫中间，然后咧，这个美国嘛好，吼，欧洲嘛好，吼，伫附近国家吼，无讲非常强大的实力来保护乌克兰。吼，这是一个。然后咧，伊本身咧国内吼，嘛有一部足大部分的人吼，除着头拄仔讲着即个 Russia 人的即个带 Russia 人甲因的即个伊那人就是后代以外吼，乌克兰的政府啊，本身嘛有人认为吼，即个也是爱外交解决，吼，袂当个甲 Russia 完全即个起冲突。吼，所以吼，伊常常嘛有诶时阵选着亲西方的总统。嘛有选过亲 Russia 的总统，吼，所以伊本身的政治路线吼，就是有的时阵这边，有的时阵迄边，然后咧国内吼，这一部分的人吼，忠诚度是无共，所以对咱台湾来讲吼，当然状况无啥共款，但是吼，普通咱就看到吼，伫这个大国附近的这个吼较细的国家吼，本身的忠诚度，吼，甲本身对大国的这个重要性吼，其实是大国吼政策的。这个所在是哦，这个讲实在，乌克兰是大家讲哦，伊是一个西个国家吼，其实伊是相对于 Russia 吼，其实伊咧这个土地吼，讲实在比台湾吼大15倍以上啦。哦，伊60万平方公里，台湾3万6尔嘛，伊人口嘛4000多万啊，哦，比台湾都较济，所以讲实在，伊嘛是一个大国，但是即马就是罗西亚来比较歹，就是拄着 Russia 边啊嘛，但是伊 Russia 较远啊。伊就毋免惊，吼，所以这但是啊，即马拄着即种问题吼，人着甲检讨，就是上大问题，就是伊个军事吼，嘛准备嘛无够，甚至咧，伊足侪武器吼，拢是以前苏联时代，吼，甚至就是足侪武器又是 Russia 提供的啦，安尼是讲着安尼伊是要安怎甲 Russia 拍啦，所以即马先来看，军事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用地理来看吼，拄则讲到，这是乌克兰，伊的东边都是罗西亚。咱看到即摆看到这个甘马色的线，伊的西边拢是北约的国家。罗西亚烦恼讲乌克兰若加入北约，这个甘马色的线就会为东山来遮，就变做罗西亚甲北约的国家。直接连做伙吼，针对这个代志，咱看到美国提供25亿美金的军援给罗西亚，而且搁要甲加落去哦。伫22号，伊的援军到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搁调8500个美军来增援。英国嘛提供乌克兰反战车的武器，加拿大嘛派。一寡即个特种的部队，德国伊是支援即个野战的病院，总是伊无提供武器啦，伊嘛阻止个爱沙尼亚提供乌克兰武器。咱看到即个北约的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援动作是真大吼，敢会使讲这个动作会去威胁到罗西亚采取即个军事行动？即马即个北约是甲即个乌克兰、甲即个乔治亚，吼，因有即种嘅关系，这种关系是种加强机会的伙伴关系啊，是，吼，所以
北约是希望乌克兰会当加入，啊，乌克兰本身以这个2019年2019年啦吼，伊然后有一款的宪法的修正，就是讲希望以这2023年会当加入这个北约，哦，所以这个即马是2022年的年初嘛，吼，所以就是讲春末2冬，哦，所以对于这个罗西亚来讲，这是足大这种威胁。伊最大的目标就是讲，伊袂当加入这个北约，吼，啊，袂当加入这个欧洲联盟。不过，欧洲联盟甲北约当然是无共款，吼。伊这个北约有30个国家，30个国家咱看起来就是讲，联合过去这个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啊，袂当有一个会当加入这个北约。对于这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甲立陶宛，吼，这个是较早的问题。但是今麦来讲，不管是白俄罗斯当然袂，就是讲这乌克兰甲乔治亚，因这2个国家都想要加入这北约。是，这北约对这个乌克兰，并无有这个条约，吼。这北约就是讲，有一个国家受到攻击，其他29个国家爱来斗相共，完全拢爱来出兵，吼。但是乌克兰即摆抑个毋是这北约的国家，吼。只要看这个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是德国，因都有这种准备。这种准备就是讲，会当将这个危机控制掉。我知影就是讲，这个俄罗斯啊，咱讲要出兵，还是这个乌克兰东部这个独立的分子，就讲无好啊来管制，变成战争的安尼双方面的关系会足大迫害。所以咱看到就是讲，即马这个完全都是反映出这冲突啊的种类啊，反转加武器，吼，反转加武器，吼，就是讲你无看到什么足大什么飞弹，还是这尖端的科技，吼，就是讲伊这个冲突，是伫地面，敢是安尼？伊这个地面，吼，另外就是讲，毋是讲安尼全部这种战争无法度来控制。我相信俄罗斯一定要好好来控制，来达到伊的目的。伊的目标就是足简单嘛，吼，足简单就是讲，你这个北约啊、美国啊，你袂当势力慢慢到我门口口，吼，讲乌克兰变做是北约的国家，毋惊这个反专家武器啊，佫有可能这个飞弹、飞弹，吼，还是其他尖端的设备，全部都移这个乌克兰内底。所以乌克兰即马拄着就是讲这种的危机啊，吼，这种危机就是讲，甲咱台湾拄着是无啥物共款，有共款的所在，但是有足大无共款，因为咱台湾无有这个独立的分子要武装。要来甲这个中国要来联合做伙啊，吼，这是完全都无。但是咱原来爱知影，以这个乌克兰这顿巴斯这地区有足济这独立的分子，是甲这个俄罗斯，吼，会再讲是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第5纵队啊。所以伊也是讲要来做一寡迫害啊，这是做可能。所以。按怎讲安尼看吼，就是讲这个军事的冲突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是毋是讲，互北京会来联想这个伊就要来拍台湾？我感觉这个抑个另外一部分的问题啊吼。北京就是伊即马要注意的，就是讲美国甲这北约国家到底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帮助这个乌克兰，这个俄罗斯是毋是因为安尼会当受到这个控制，用外交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大家都有准备，但是这准备毋惊讲要准备战争尔，佮有准备讲是毋是会当以这战争的阴影的下骹会当来得到这个和平啊？是。
认同的问题吼，真歹处理。咱请教吴老师吼，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是因为无要互罗西亚来甲侵略。不过美国这个北约的国家，敢会惊讲乌克兰去互罗西亚提去？若有惊，因咧惊啥？是咱看到吼，其实咱去年7月的时阵吼，其实美国啊甲NATO迄个北约吼，其实因伫乌海即个所在吼，已经举行过海上美方2021的联合军演。是。其实咱看到讲，其实美国是有准备的，吼，这是头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其实咱看到讲，罗西亚伊到底伊想要爱啥物？吼，伊的政治的目标到底是讲是希望乌克兰莫加入北约就好，是讲伊想要摕到，比如讲克里米亚，是咱讲的顿巴次这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即摆 Russia 这个罗西亚，其实伊到即摆伊的政治的目标到底是啥物？其实外界还佫无遐尔清楚。所以咱看到美国的迄个国务卿布林肯，甲迄个。Russia 迄个外长吼，因有一个见面，虽然无讲了介好势，但是嘛是希望会当用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毕竟Russia 若是要甲乌克兰规个食落吼，其实咱看到除了讲过去的历史这两个其实无讲遐尔好势啦。比如讲过去乌克兰伫迄个苏联的时代的时阵，伊嘛经过迄款苏联迄种大跃进迄款饥荒的迄款时代，所以你看到讲，其实因两个无讲遐尔好。第二个，亲像迄个乌克兰这个所在，伊的内底包括宗教的问题嘛足侪哦。你亲像伊较Russia 这个所在，伊是信迄款东正教这个宗教。较迄个咱看到较欧洲这边其实因是信天主教。所以你看到讲，连宗教嘛无共款，连这族群嘛无共款，连这迄款我西方也好，也是我迄个Russia 也好，其实因内部其实无啥物有一个共识。但是咱看到就是讲，因自从迄个感觉革命了其实咱看到伊开始民主化，所以。包括最近因要审判因印度入来因的前总统因为伊交结苏联、交结迄个罗西亚这个部分，想要互迄个乌克兰这个国家放弃，所以咱看到因国内政嘛是有迄款冲突的所在。但是上重要，咱其实看到罗西亚甲乌克兰因的迄款边界其实无亲像台湾甲中国，甲夹一个。台湾海峡这样远的所在，Russia 当然伊过去啦，伊就想要出海，因为伊是一个陆上的国家，伊想要出海，所以俄海也好，波罗的海也好，伊就想要出海。免了，互伊有一个安全的迄款感觉因为其实过去迄款苏联放弃了其实迄个北约已经无一个迄款敌人，但是咱最近咱看到讲，北约无敌人，到底伊的敌人会是啥？这个讨论，咱看到最近中国甲迄个甲罗西亚，其实因一个是当机，一个是倒头啦。因为你看，即摆美国两边感觉互因牵制掉。但是咱看到美国伊联合这民主国家不管是伫乌海进行演习也好，还是伫南海进行演习也好，就是要甲这两个国家就甲讲，伊有法度对付两边的迄款威胁。叫因唔好乌白乱动的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其实虽然足远的，但是咱台湾人看的时阵，实在心内有感受，因为咱最近台股要崩盘，这若是有震惊的考虑的时阵，对股市也好，对市场也好，拢是无讲介稳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咱爱看到这个国际政治其实是影响到足济的面向。是。美国就爱对付当机，嘛爱对付倒头咱即马来看一个报道，看美国安怎帮战乌克兰。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2亿美金，大约代表56亿的安全援助方案，头一批物资装备已经运送到乌克兰首都基辅。最近，俄罗斯伫乌克兰边界集结10万名军队，引起俄乌关系紧张，也使得乌克兰的西方邻邦感觉烦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礼拜就已經去基輔，俄國也否認計劃發起新的軍事進攻。Secretary Blinken, as you mentioned, met in Geneva today with Foreign Minister Lavrov to share our serious concerns with the situation. He warned Russia that we are prepared to respond to any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with swift and severe consequences, alo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在這個同時，英國外交部2日罕見發表聲明，講有證據顯示俄國總統普廷被無在烏克蘭安插親俄的領導人。佢個點名烏克蘭前國會議員穆拉耶夫，也就是俄國可能的人選。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再次表示，任何俄國軍事入侵烏克蘭的行動，攏會是戰略錯誤，將會致使嚴重的後果。在俄烏關係緊張的時陣，德國海軍首長薛恩巴赫2日表示，俄國想要入侵烏克蘭的手法是無影無跡。佢講普廷是特地防戰中的，引起世間爭議。薛恩巴赫隨後講，家己已經發現錯誤，已經清晰落台。公司新聞任浩如編譯。好，觀眾朋友，咱來看，拄則佇影片內底，即個白宮嘅發言人吼，伊講羅西亞已經安排特務佇烏克蘭內底進行即個假期嘅行動，即個假期嘅行動吼，具體來講就是甲你創空啊，甲你破壞吼，這款嘅行動敢會引起到即個國較激烈嘅衝突嘅？咱請教張教授。即外國吼，基本上對 Russia 嘅即個可能未來嘅行動吼，可能我看足濟報道吼，可能有3種。是第一咧。就是軍事上吼繼續壓迫，然後咧作有限的衝突，比如講咧攻擊即個烏克蘭的即個基調啦、港口吼，即個因為吼即個和即個烏克蘭的即個無人機啦吼，甲你炸掉，啊是軍艦下拍沉吼幾下隻，拍沉幾下隻，然後咧即個烏克蘭無可能報復嘛，因為即個伊個軍事較弱，然後咧即個軍事吼，即個拍以後吼，即個 Russia 就表示講，我有能力隨時甲你攻擊，所以咧，你就愛乖乖聽我的話，吼，這是第一種。第二種咧，就是咧，即個頭拄啊，親像即個林教授講的吼，就是派即個足濟人吼滲透入烏克蘭，然後咧，吼，即個鼓勵吼支持支援吼，以烏克蘭內部的這種嘅。即個 Russia 嘅人，還是支持 Russia 嘅人吼，反抗即個烏克蘭嘅政府，和烏克蘭內部吼內戰，內戰以後吼，伊絕對是非常嘅弱，非常嘅問題。然後咧 ，Russia 就會當講，好，你即個即馬足弱嘅，可能咧有即個恐怖分子，吼，所以咧，咱 Russia 吼愛派兵力來，吼，即個無互即個恐怖分子吼威脅咱 Russia 嘅安全。而且咧 ，Russia 會當講，吼，你即個烏克蘭內部足亂。吼，不止威脅我 Russia 嘛，對你歐洲嘛是一種威脅啊。哦，所以咧，吼我出來吼是正義嘅，吼這是第二種。第三種咧，就是根本攏是就是派兵攻擊啦，吼就是直接甲你分裂。吼，即個把迄個即個烏克蘭的即個東部嘅所在吼，就是直接併吞。吼，這當然這可能性嘛有啦，但是吼就是排第三，吼第一、第二、第三這三種。哦，所以即馬來講，因為伊軍事優勢啦，而且咧，即美國吼講實在頭拄我講，吼派即個8500人吼，哦，即個對我小來講吼，毋是啥物足大誒即種誒，即個毋是無講足濟人就對啦。誒，無是足濟人啦，就是對我小來講無會驚啦。是。哦，所以但是對美國來講吼，因為伊即馬為從即個阿富汗出來吼，而且伊本身對這所在就以前就無啥物足大誒合作。嘛無即足濟兵佇遐吼，所以咧，伊即馬愛派足濟兵過吼，可能伊兵還未派，還未到位，馬上就攻擊啦。哦，所以這嘛袂好啊。哦，所以美國嘛煩惱就是因為頭拄我就講，馬上就是驚講烏克蘭互西方嘅勢力，美國勢力受制，所以咧就要壓迫。即馬美國講講是派兵，兵還未來，哦，即個可能馬上都已經動手啊，動手啊，哦已經開始啊，所以。吼，即個美國講實在嘛，毋是講倒一個總統吼足無力的，而且真正是無啥辦法。哦，所以這對美國來講吼，當然吼，伊即馬就足困難的，因為吼，伊若是派兵過，吼，這個可能就變做甲 Russia 戰爭。
伊即马当然无想要战争嘛。第一是疫情啊未结束，第二是阿富汗的问题拄则提出来。美国嘅社会、美国民间根本无想要继续战争。但是咧，假使伊无做啥代志，即个我做一半即个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就感觉讲，你即个美国也不过如此啦。即个罗小安尼逼，安尼美国就会退。所以咧，即美国讲实在是较歹处理啦。所以对中国来讲，至少中国就会观察，你即个美国，即个面对即种问题伊国内总统、国会关系安怎？美国嘅社会对即种美国继续去主持国际正义。伊到底支持的程度安怎？即讲是即中国第三中国就甲罗小联络，罗小需要中国，即种时阵什么款的支持？即中国就看状况，必要的时阵支持罗小，伊嘛会当保持中立。所以咧，基本上即个美国就较困难，就是讲即个中国嘛足困难的啦。假使美国全心全意到帮助乌克兰去对抗罗小，一直咧分散，即个可能中国就有啥物即个动作，那么困难，但是咧无去动作，即个中国就感觉美国无啥款啦，看薄卡手，所以即马来讲可能是国际政治、国际环境对中国甲罗小这边较有利啊。好，观众朋友，咱继续来看咱看到华府的智库甲这个莫斯科的中心的主任，拢感觉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军事解决的可能性是变悬哦。另外，这个欧盟的智库的主任讲会发生冲突无？是由罗西亚的总统普丁来决定，伊是掌握迄个主动权就对啦。不过，咱即摆安怎了解到普丁伊到底想要创啥？林老师？虽然讲是为这个普丁来做决定啊，但是伊的决定有足大是受到这个乌克兰东部这顿巴斯地区一寡这支持这个罗西亚的独立的分子因的行动。咱讲因的行动受到这个咱头先讲到，不管是北约的国家还是美国有足大的攻击，当然这个普丁伊这军事介入有种可能性，但是我讲这个北约还是美国要安怎来对付这个独立的分子因是无希望无希望来介入希望这个乌克兰家己本身会当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乌克兰甲这东部这个叛军还是独立的分子因以这个2014年甲2015年，以这个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有协约，以这个2015年，也个有这个包括法国、德国，还是这个欧安组织做伙来监督来见证这个协约。这个协约就是讲，这个乌克兰中央的政府一定爱对这个东部这个较偏罗西亚的地区，爱有好好建设，爱互因有较大自治权是家己来管理家己这种能力所以这个普丁伊已经讲讲伊要去这个北京参加这个冬季奥运就是讲对普丁来讲就是讲伊知影即届甲这2014年这克里米亚危机完全拢是无共款啦。是，讲咱头先讲到这些国家，不管是北约还是美国，因做伙以这2014年的反应，对这克里米亚这独立的公投以后，来变做俄罗斯的一部分，会再讲是完全都无支持，无有足大能力来应用但这个是完全无共款这个2014年也个是这个奥巴马，这个奥巴马总统伊有较软弱一点咱知影这2014年原来是这个习近平以这个南海开始来建造这人工岛礁原来知影就是讲，以这2013年
来宣布这东海防空识别区，底下插旗就对。但是这个奥巴马都无讲有足强的反应。哦，头一张教授有讲着，讲拜登总统伊即马面对足大的危机，伊这个危机就是讲，伊美国本身内底的支持率啊，差不多40%尔。是。就是讲去年2021年的8月，这个阿富汗的撤军，对拜登来讲，伊处理了不好势，所以伊的支持率差不多为50%左右，达到70%。吼，还是讲去年这个阿富汗是第一个危机啊，我讲这第二个危机就是这个乌克兰的危机。是，所以伊即届要安怎来处理，互这个普丁知影，伊也总讲去继续。来介入军事来发动这战争，吼啊，有足大的一寡后果啊，吼。我是相信讲，这个经济的制裁，这绝对经济啊外交，哦，这个绝对都有可能。那但是咱爱家己知影，乌克兰本身，伊确实真正解决目前这个危机介重要一个主角，吼。因为乌克兰伊拄着，吼。就是讲已经有2个协议，啊，你安怎来对待这个南部这个一寡独立分子，是，这个是表示你政府管理的一种的能力。哦，啊，有足侪是这灰色地带冲突，伊毋是讲战争，啊，但是有这个军事的冲突，啊，你安怎本身来反映？咱那就台湾本身共款，是，台湾本身无一定讲是中国会来。直接来拍台湾，但是中国会用足侪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啊的行为行动，互咱的政府唔知要安怎来反应。哦，啊，互这个美国伊就感觉讲，这个灰色地带冲突是台湾本身爱去处理，那就乌克兰本身有那爱。赶快爱去处理。是。所以乌克兰，咱知影就是讲，又开始有足大这个民兵啊，不管是查甫还是这个妇人人吼，都开始来加入这个民兵的部队啊。哦。所以这冲突啊，我是认为讲有这个局限性啊，有限呐。地区温也有限。是。但是这个军事的冲突有这种可能性。是。美国总统拜登因为家己的地位，即摆未极重点哦，总是乌克兰家己嘛爱面对这个问题。咱看到法国的智库的特别顾问，伊讲到讲，罗西亚可能得到克里米亚，也是讲顿巴斯遐的土地了后，伊就会救起来吼。咱请教吴教授，咱敢需要烦恼中国嘛采取相像的办法？是，我林教授嘛有讲到吼，其实美国总统拜登起来了后，其实对阿富汗的战争吼，其实伊咧收手的时阵，一直向外界一个批评啊，就是讲美国人袂当相信。哦，为什么伊袂当相信？你看阿富汗战争的时阵，美国人安撤军了后，全尾啊阿富汗的迄款局势吼，全敢若变做无管。所以咱看到头一个部分就是讲，这不管是 Russia 也好，还是中国也好，拢在宣传吼，就是美国人袂当相信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过去吼，包括中国嘛咧宣传讲台湾唔好做美国人的基地。最近吼，因的讲法就变做另外一种讲法，讲这是习近平吼在落一盘足大的棋，什么棋咧？就是讲甲台湾吼当做一个基地。甲美国甲限制吼，甲牵伫即个台海即个所在，牵伫即个所在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去分心吼，即 Russia 即场战争，共款 Russia 也是甲迄个乌克兰吼当做是一个基地，甲美国限制伫即场的迄款冲突内底，所以。中国甲迄个 Russia 吼，因即两个所在，其实因两个有一个，过去吼，因为因拢是共产国家，所以有一个迄款默契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看到吼，比如讲即摆中国伊要办迄款冬季迄款奥运，即摆迄款普丁嘛是要去参加即个奥运的即个所在。所以咱看到讲，其实吼。这 Russia 到底会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其实咱看哦，一当进前创加个迄个拜登在选总统的时阵，拜登一直向
攻击吼，就是因囝敢若伫乌克兰遮经商即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即摆拜登拄好上职一周年，所以伊的迄款成绩到底要安交出来，外界拢在看。到底伊对民主国家伊的支持到啥物所在？伊会出偌济力？所以咱看到讲，这支持的部分，到底是比如讲，我这林教授嘛有讲到，外交的部分、经济制裁的部分，就是要希望这迄款共产国家会当收手，袂当搁来威胁这民主国家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我相信民主国家一定用所有的迄款力量吼。来做这准备吼，不管是外交也好，经济也好，甚至于吼，这小规模的战争内底吼，嘛是爱去看 Russia 对乌克兰这个所在，伊到底是弄入去因的首都内底，还是伫咧顿巴次这个所在？这规模当然是无共款，但是咱咧看国际政治的时阵，咱嘛是爱去看，因为大家吼拢伫咧春秋内底吼，因为这春秋内底战争绝对无好代志哈，这对任何国家对来讲，绝对是一个足大影响。所以咱看到吼，这国际的经济吼，其实最近吼，其实拢足袂稳的当中，所以大家拢足关心啊。关心的时候，当然嘛是看这到底迄款普丁伊的政治智慧到啥物所在进行？是，咱已经看到国际社会甲观察员在警告讲，中国可能会伫这个冬天的奥运结束了后，对台湾动手吼。张教授需要烦恼无？这当然，我看吼，这边吼，假使是无随发生战争吼，但是头拄啊已经分析，这个地理的状况未改变。Russia 的这个民族主义吼，还是这种对乌克兰的这种压迫吼，嘛未改变。是吼，所以咧，即马危机吼，不管战争有发生无发生吼，只不过拢是程度吼悬还是低尔。吼，所以我看吼，这实在是足危险的。当然啦，这个 Russia 伊嘛毋是戆的啦。吼，伊吼这个至少吼，伊即马嘛是讲，这无伊即马无想要规个把乌克兰甲并吞啦。因为假使伊真正并吞这对全世界的这个国际形势对伊附近的足侪国家可能拢会足大影响。伊即马可能也未到做到安那这个危险但是咧，即马看起来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包含咱台湾上重要就是安怎爱家己爱自我自立自强啦。爱保护家己，要靠家己上重要你讲真正发生代志的时阵爱靠别国拢受到足侪因素的影响因为咱也唔可能知影讲中国拍台湾还是安怎的时阵外国无出代志亲像即马乌克兰出代志，咱嘛无可能去甲改变，还是叫伊讲卖继续存脱。所以我感觉对咱台湾的朋友来讲上重要就是爱靠家己。第二咧，就是对咱的敌人袂当讲足侪的挖苦，亲像即摆欧洲为虾米无可能对 Russia 有虾米足硬的表现？因为伊个资源、伊个能源还有天然的加速，即种完全拢去靠 Russia， 应该有可能德国、法国去支持乌克兰，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咧，咱台湾但是咧，咱的这个经济还是贸易其他方面有足我这个特殊的国家我看这个政治上你要保持将来这个决策这种的环境、决策的自由，还是讲这种个必要的时阵咱的这个决策的这种可能性一定会受到足大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是咱台湾虽然咱伫国际上无可能出足侪大力量去斗相共斗乌克兰但是看到咱的这种的运命啦，我看这对咱台湾来讲应该是咱爱来做一个这个足重要的这种的历史，也是这个现在爱学的所在。是，咱看到影响到罗西亚侵略乌克兰的几个考虑头一个是。罗西亚会烦恼讲，伊若真正侵略乌克兰，会规个北约的组织拢会挖对乌克兰遐去伊就无一个春秋的所在。另外就是这个资源的问题。
咱安怎看中国敢会有共款的考虑？若是对台湾动手吼，别个国家会来帮战，影响到因家己的国内的情势。林教授，今年这个秋天啊，是这个中共啊，吼，20大，吼，啊，这个中国共产党20大，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讲是足重要一个上大的代志，吼。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个乌克兰的发展，吼，是中国会当注意，咱阮来爱注意，就是注意什么？就是讲这个灰色地带冲突。安那会当来改变这个现状，这个中国会当来学着，吼，啊，台湾会当来坚信，就是讲中国有啥物款的这个行为会当来改变这个现状，吼，这是咱爱家己爱做坚信。因出招咱来反应对。台湾超过重要，绝对是比乌克兰对美国、对日本的重要性更较大。哦，所以台湾绝对袂讲家己去处理这中国的威胁吧，一定有其他的国家会当来斗相共，啊，但是台湾本身来。